昨暝是阮翁的生日，毋过对阮翁做歹势，就是讲本地讲，阁有较早困就伫眠床顶安尼揽落。毋过我就讲我心内话，就甲翁讲翁你互我压力足大的。翁听着就真正想讲，你若甲我斗阵遐无快乐的话，安尼咱分开住，莫安尼互相怨恨。毋过我嘛讲诚济我的心声。上主要就是我想讲，这就是颠倒伫厝，就较有冲突。若讲阮翁去加班颠倒讲这时间较短，较无这问题。毋过放假的时阵就想讲，我嘛伫紧张讲，拢无听着台语，嘛无练讲台语，而且有一寡台语的线顶的活动，拢是伫放假时阵较济。我就爱偷偷仔听，毋过偷偷仔听变做翁会想讲，你哪会一直用耳机安尼偷听？伊放的什物影片拢希望讲我甲伊共齐来看影片有共同的话题，做共款的代志。毋过我的心有可能就是离伊诚远，翁就足无满意的。我就变做讲嘛较委屈家己。我就用一寡就是家己的广播电台嘛较好听。毋过我敢若会当家录起来，然后用电脑录广播电台直播的声音。想讲上起码就阁有录音，有时间阁会当找来听，安尼听的会使听别人讲台语，加听就希望讲家己的台语讲较顺，就甲人对话的时阵较有法度来发表家己，用台语发表家己的想法，会当讲较完整，就变做讲心内就定定咧想讲，我拢爱偷偷仔听，爱配合翁伊教伊看什物物件，就爱配合。毋过阮翁的心情，就是讲伊尽量找我嘛有兴趣的，咱两个人拢做有兴趣的，哪会我搁遐无专心呢？伊是阮翁是嘛会爬手机看手机嘛无专心去看听迄个影片，有时阵阁会无听着，阁重看一摆安尼。我就有一寡委屈的感觉，就想讲，哪会无爱互我讲，我爱听啥，互我自由，莫互我安尼偷偷仔做，阁足惊翁去注意讲，我即马伫听耳机因为有时阵要录物件嘛是爱听讲，进度录甲安怎，就是即种累积伫心肝内底。阁有就是最近就因为失电的问题，就会足惊讲大家阁开始用即种话题去报信任政府。若讲平常时是袂要紧，毋过即马我头壳内底拢足惊吓的，想讲这会变做讲
心中的震动少一寡代志，也变做讲心中的震动，愈来愈侪人支持，安尼惊讲咱着替中国安尼愈来愈远近，安尼危险，就是心中有一寡足紧张的代志，就变做讲看翁的想法、讲法，拢是甲心中的震动，想要互人民来感受，讲起来拢共款。我心内就想讲，安尼翁着替洗脑去啊，着愈紧张，想讲连翁安尼无时间去看物件，无时间替人洗脑，嘛是伊的想法，就是做我近心中的震动，想要互人民讲出嘴的即种观念，就亲像讲，因为失电，翁就想讲这就用判断就知用我的头壳去想，就知影讲，这一定就是电无够，电无够，哪会不爱去甲核四厂甲伊重启，甲伊起起来，互咱人民拢有电好用，安尼毋是诚好？就是嘛会讲，因为看电视，翁看的就是较远近即种观念的新闻，我嘛听的嘛是足紧张的，就变做心内阁有一种压力。除了讲家己爱偷偷听台语的物件，委屈，阁来就是阁看翁安尼替这我中国的震动想法共款足我近的，心内阁紧张，想讲这想法若讲愈拖愈大愈拖，变做当初是一个韩国瑜的现象，这嘛有可能，就家己伫紧张，变做家己的想法的问题，就一直对翁就做无法度有迄种亲近的感觉。毋过昨暗暝，一直讲我的心事，讲甲翻点去啊，翻点2点的时阵，安尼较有时间，较开始要困。毋过明仔载就搁爱拜一，就今仔日就爱上班。毋过即摆翁有改变伊的态度，伊有接受讲，我头壳内底就是有一寡感觉足委屈，进前翁会足生气，想讲我拢甲翁当做歹人，搁甲伊伊无做的代志，我硬讲伊有即种想法，伊有甲我欺负，就是我的心目中甲翁想甲亲像歹人，翁一想着我甲伊当做歹人，安尼看待，翁就足生气的。伊愈生气，我就愈想讲对啊，翁真正就是足无讲道理的。毋过即摆翁就有改变伊的态度，就无讲像以早安尼切心伤心，就变做讲我着爱紧道歉，就变做讲我着爱讲我倒位毋对，毋过昨就变做翁有听我的心事，我嘛知影讲我家己的感受就是。无的确是真正，足侪拢是
我无处理好家己内心的问题。我可能就是亲像讲，若看即个甲国际关系乌克兰甲罗西亚伫相战的看法，就会讲甲台湾，就会讲台湾嘛拼袂过别人无人遐厉害，无遐贤这想法就引起甲我刺激。我阁想讲，伊是毋是看一寡我中国的媒体看伤济，阁想讲，即马洗脑是偌尔厉害，就开始可能甲即种紧张万分就找无对象，就对翁就较无谅解。这嘛是我家己的问题。阁做对家己讲台语无讲甲诚好势，这嘛变做讲有一个压伫一个压一直伫家己的心内面，就无讲随缘，无讲做放轻松，就不时会想讲是毋是台语阁退步变做讲要转去讲华语，变啊就是甲台语袂记了，阁转去恢复讲惯势使用华语，这之间的就是足简单，就为一个台语人，学习中的台语人，可能一两工，较生疏，较无讲台语的环境，就足简单，阁做转来华语人我心中嘛是有即种紧张，就是我想讲，虽然就看起来无啥物压力，毋过伫内心家己有互家己一寡压力，造成讲无法度好好挖进翁的内心，就会想讲足忝呢，想讲拢无啥物人甲人相处安尼甜蜜，糖甘甜蜜的即种心情，就较无即种。毋过昨暗呢开讲，有发现讲翁想要了解我的内心，就感觉甲翁的心足瓦近，我就开始会去做想要咱翁的身躯，甲翁咱调调，就是有时阵是无法度骗人的，就是若家己的心无处理好势，就变做讲想要隐瞒，想要去演甲足神的，毋过实际上拢是看会出来的，敢若有甲家己的心内的问题处理好势，像讲足紧张讲，这阿强厉害甲洗脑洗甲安尼，足脆弱的，台湾的未来改成讲足无坚强的，就足忧郁的，我就忧郁即种代志。阁对家己讲，做一项代志，就开始会去勉强去求，这嘛是我的问题。
今仔日就去公司，发现讲，隔壁的同事伊本地伫厝内上班，今仔日嘛开始，就大家拢伫公司上班，嘛是讲搁开始开讲。我就发现讲，我的角度就是人的角度，毋是迄种天公伯，是较悬、较幽、较悬，也是讲这宇宙的角度。人的角度就是拢看到人的委屈，看到人的紧张，人的惊吓。毋过若讲使用天公伯的角度来看，就变做讲诚济代志拢是做自然的，毋免去，就是讲人若有缘做伙，无缘有可能就分开，这做自然的，袂去家己想讲安尼就是对我这个人无认同，我这个人的这个价值，会有伤害，这就是用人的角度去看。我就是爱练习，爱培养讲看代志，就是用一种缘分，用一种天公伯，伊的心情来看。举一个例，就是讲，若讲我有可能就是针对个人，那亲像讲，伫咧路上就会开始讲，这个店员，就会晓讲台语，就无爱教我讲台语，伊有可能甲别个人客，就是看起来就是台语人，就甲伊做惯势，用台语来买卖啊，讲代志。毋过对我，就是已经讲拢用台语伫讲啊，毋过有可能就无亲像台语人，这店员，定定就是使用华语安尼甲我讲话。当然嘛有几个店员知影讲，我著当地练台语，我著注重台语，因就会开始配合，就用台语甲我讲话。这就一切拢是莫针对个人去生气，因为这种趋势就是即马台湾现趋势，就是这种状况，要听一寡足顺的台语，拢无难华语，就足好找啊。亲像讲，我想要找一个机会，会当好好练讲台语。毋过，若变做讲华语的机会较济，嘛对我来讲嘛较简单，较惯势。毋过我著莫针对个人去生气。这就是一个社会气氛的影响。每一个人拢安尼想，亲像讲我甲一寡吹沙母语科仔内底的人，就是甲即个社会较无共款。就若亲像讲高照插人群，毋过阮嘛是有方法去改变一寡人，毋过毋是每一个人。若亲像讲，我有一个同事，有一个查某同事离开公司啊，毋过阁有一个查甫的同事，做阿爸的同事，伊嘛是台语拢无讲，可能厝内嘛无人伫讲台语，毋过伊嘛想讲甲我练讲台语，阁会问我讲，
这要安怎讲吼？公司要安怎讲？我著甲伊讲安尼，就是我诶态度嘛是做自然，无互人一寡压力。我若互人一寡压力，伊当然著看着我著无想要甲我共齐去下班斗阵下班，比我比无路。我有法度影响一寡人，毋过有一寡人，有可能伊台语真好，毋过伊就是会走找讲，台语讲啊做顺诶人，按斗阵讲。若台语无顺诶人，著讲华语就好。毋过因诶想法，就是这社会大多数诶人诶想法。我著无需要去甲人勉强，嘛莫心内定定想讲去黑白想讲，就是我台语讲无好势，讲啊颠沓，无台语诶气口，造成讲别人会晓讲台语，煞不爱甲我讲台语，都毋免去安尼黑白想。有诶人就是安尼，对伊来讲就足自然诶，伊嘛无需要配合我这个人，就变做讲，若讲我真正想要讲台语，当然就亲像即马用讲诶，安尼嘛无人会甲我管啊，嘛无人会跳出来讲请讲华语，就无。就足自由，无就是讲需要一寡无共款诶刺客，就是若找机会去讲台语，虽望讲啊无啥好势，毋过这就是一个过程。我相信讲，安尼练甲一冬两冬以后，我就会找到一种讲台语诶方式。就袂定定讲，伫遐计算讲我台语讲甲好，抑是毋好，别人诶态度是对我是友善诶，抑是无友善诶。现此时我著定定伫计算即种物件，不甲家己是有压力诶，而且会对家己讲足失望诶，讲。哪会亲像讲，礼拜时阵去甲翁诶好朋友斗阵3个人斗阵食饭，后头厝毋知影安怎拢一直讲外头厝，嘛毋知影为怎样会安尼。毋过嘛不要紧，就是讲我有讲啊颠沓对方诶态度嘛足好，足友善，想要甲我牵架。这著甲即种情分藏伫心肝底，毋过无需要讲制造家己诶紧张。我想讲，有可能就是你是有即种紧张诶想法，就会怨叹讲是毋是翁伫诶时阵拢是。听华语诶物件，安尼变做讲台语阁讲无啥好，毋过阁浪2工，翁伫厝甲翁斗阵诶2工，对我来讲，就亲像考试共款，有一个压力。毋过对翁来讲，就想讲你着拜伊到拜五。拜伊到拜伊到拜五，就逐工拢伫遐听，伫遐练啊，安尼有够啊！你对英文嘛，无人安尼学甲遐认真，变做讲，互家己有一种压力，因为定定想讲，哪会讲甲无遐好势啦？哪会讲较颠沓？哪会
就是会定定安尼问家己，讲练啊遐久啊，哪会阁安尼？我着爱甲即种习惯甲伊改掉，莫安尼计算，会安尼计算来计算去，就是这人类的想法。我用较悬的角度去看，莫阁用人类的想法去想讲，去伫遐计较，用心计较。当然，这好处就是互家己一寡机会会当加练，会互家己刺激。毋过无好的所在，当然就是影响我甲翁，阁有我甲别人这正常的朋友的关系会亲像讲有时阵台语讲袂出来都用顶头的拍招呼，都袂讲加讲几句，都有影响，就变做讲开喙，就想讲这应该爱用台语来开喙，毋过阁有淡薄仔困难无遐简单，就变做讲颠倒过点点。即摆就是家己就是知影讲去要求伤济，要求这个人佮要求即个社会针对某一个人这拢毋免。若讲用天使，抑是使用天公伯角度，就是这是一个趋势。我会当做的就是我会当做的部分我着好好去做。当然，若讲找着家己可爱的朋友就是共阮的大家想法拢做我近的就毋免去对无了解的人去挑战佮补甲足生气的就若亲像讲做行亲中的想法，看甲台湾大家头壳内底拢有即种想法，毋过就是因为伤紧张有即种紧张的做法，颠倒变做讲家己真无自在拢无甲即种物件放下，就是亲像进前我家己的想法共款，就是讲无够信任未来，无够信任。其实看了我感觉有一点仔像。我家己就是爱有去调整家己，毋过毋是做一寡勉强，甲心内的想法压伫足深的心肝底，毋是安尼颠倒我爱才若讲我即摆的想法实在是人的想法用心计较，毋过对代志无的确有啥物帮衬有可能别人嘛较袂接受愈用心计较，别人愈感觉讲足有压力的这是定定会拄着的代志，阁会影响讲我甲翁之间一寡关系毋是讲我需要去放弃啥物委屈啥物，毋是安尼，是使用天公伯的立场，就是讲若我会当做的，我尽量去做，无法度做袂到的，有时阵就是即个趋势，即个大环境的关系我无需要去安尼怨叹，就是莫去怨叹若亲像讲我会当做的，
就是加用台语讲我的日记，有时间都会当做，毋免讲啥物人来配合。我阁有讲用台语去拼音去写拍字的时阵，因为有时阵会做惯是使用华语的注音去拍字，较紧较有效率。有时阵表达家己的思想，嘛是阁转去使用华语安尼较紧。毋过我会当做的，就是去练捌一寡台文拼音去练习，这我做会到。毋过我若讲伫外口买物件，别人是用台语甲我应，也是用华语，这我无法度去勉强别人啊。就若亲像讲，我对员工，伊若讲有一寡较伊的想法甲我无共，我嘛是无法度去勉强别人。勉强即个社会就是较扯。每一个人想法拢做较扯，对这中国的这种领地的即个战争，拢做敏感，拢做了解。当然，现处时的社会毋是安尼。我著做我会当做的。若讲其他人拢安尼想，若亲像讲母语对大多数的人，这种无要无紧，这种阁有排斥的想法，这大多数这趋势，我著知影就好，嘛无需要去怨叹。希望安尼会当，互我愈来愈好，就是安尼。